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在国内剧场界，亚洲剧团已经是颇具名号，但是很少人知道，团长林佩安5年前为了要回到故乡苗栗创办剧团，为了要找客家子弟一起演戏，他倾家荡产。还好凭着客家人的不服输，剧团已经站上国际舞台。灯光一打，演员浑身是劲，立刻融入戏里。戏演完了，什么戏啊？新闻嘞。一句中文，一句印度话，交织一部舞台剧。他们是亚洲剧团，由客家团长和印度总监带领，从苗栗发迹。不相冲突啦，概念是一样的，只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 Q 点，音乐是这个之后出来的。好，再试看看。排演中断，团长林佩安立刻上前指导。他在舞台剧打滚17年，5年前创办亚洲剧团，而不选择大城市为起跑点，反而回到自己的故乡苗栗。因为苗栗是我的家乡啊，我出生地是在苗栗，我是苗栗阿港。对，那当然苗栗一方面是在这边，你有家人的支柱在这里，然后你可以很安心的创作。用艺术回馈故乡，也找客家子弟来演戏。不过万事起头难，没有金钱更困难。一场演出赔了所有积蓄。然后那一次的巡回，我们真的就把所有我们小朋友的奶粉钱全部砸下去了。然后演完之后，就是身上分文都没有。心中很广吧？他这个小人挫折感涌现，林佩安和印度先生将谈家宴，努力教戏剧维持营运。骨子里有客家人打不倒的特质。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我觉得客家人的一个特质，其实是他对于要做的那件事情，其实他是有一个很坚韧的一个毅力跟韧性的。I will not say that all the Hakka people have this type of the nature. I think this is human nature. But according to surroundings, some people have the more fighting spirit. So I see. 亚洲剧团以跨国风格在台湾剧场界获得了瞩目，曾经在易碎奖和台新艺术奖都获得了赞赏。从无到有，从小乡镇站上国际舞台，客家子弟林佩安发挥应景精神，让剧团像倒吃甘蔗，渐入佳境。站上舞台，聆听中文和印度语的对话，推广剧团，拉近客家和你我的距离。客家和印度的结合是佩安梦想的起点，也是你我的感动时刻。